各位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11月15公司大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富宪。新闻开始，先来看世界上大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 RCEP， 中国等15个亚太国家下昼今日签署完成。不过，咱台湾无包括在内。外交部表示，因为 RCEP 是中国带头咱欧加入，会拍拼争取参加跨太平洋共伴全面自进步协定的 CPTPP。 第37届东协峰会甲系列的区域峰会12日越南首都河内开幕，受新冠疫情影响，用视讯会议进行。会前，中国对这摆峰会焦点也高度期待。中方期待此次领导人系列会议聚焦团结抗疫和共谋发展两大主题，共同维护东亚的繁荣稳定大局。 这摆外界关心的焦点就是伫东盟会议当中最后一天，签署由中国甲亚洲14国在内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造成全球上大自由贸易区，尤其美中贸易对抗还在继续，对中国经济贸易拢造成重大影响。中国加入 RCEP 为希望寻求突破限制。15个成员国除了东协10个，也有中国、日本、韩国、纽西兰、澳洲，人口加起来占全世界人口一半 ，GDP 占全球1/3。签署了后，会进一步深化整合亚太区域经济。 Our friendship and partnership matters more than ever as we face the challenges presented by COVID-19. New Zealand is committed to working with ASEAN to ensure fair and equitable access to safe vaccines, to keep markets open and supply chains resilient. 不过，无参加的台湾甲美国，拢会面临亚太地区边缘化的风险。台湾传统产业可能受到严重冲击，外资也减少投资。外交部表示，RCEP 由中国主导，台湾要推动加入有实际困难。目前重点目标肯定一个争取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天气，这礼拜刷落天气拢袂歹，是秋后热，西部温度有机会到30度。来看上新的温度。今日开始，各地天气稳定，日时出日昏高，干那北部、东部可能落寡雨。明仔后日2天水气增加，过人东部会受影响落雨，其他地区也是好天。这礼拜秋后热，中昼有机会热到30度。 明日温度差较侪，一直到这礼拜六拢好天。高雄有一个3号人逃出事4个日，就因为腺癌甲倒滤目睭剃掉，村内正女也接受化疗，病势也无转好。现时听讲日本有上新的治疗技术，希望会当出国医治。 囡仔真欢喜，伫选到楚留龙，看起来真正常。不过其实伊正面临失明甲保命这2条路。只有3岁这个囡仔，因为视网膜母细胞瘤4个月大，倒边目睭就剃掉。正边目睭这几年侪摆复发，经过50多摆化疗、放射治疗，最近佫发作，医术甲台湾用的医疗技术拢用啊。即阵正甲希望寄托在日本的小线管放射治疗。而且它是一个辐射线的医疗器材。 所以呢，在听完，如果是医疗器材的话，它得要符合国内的法规，还要有眼科医师受过训练的眼科医师学会如何把它缝在眼球外面，然后还要讨论说位置要怎么摆，然后剂量多少，那个没有办法马上。 医师真热心协助向日本眼科病医来要求援助，对方要求囡仔在12几岁到日本治疗。不过正是疫情期间签证真歹办，加上医疗费用要400万块入票，换做代票要100多万，家属无法度负担。加在消息泄出来了后，民众捐款则是一直入来，即阵已经募到900万块。我们必须要在很快的时间赶快筹到一笔钱送他去日本，不然怕这只 眼睛会保不住。在我们家属的立场，我们希望政府能够帮我们做一个桥梁，能够让这件事情顺利能够去到那边。高雄市议员林志宏知道消息了后，也协助联络驻日本代表处代表、社中等的秘书，希望得到日本外部省协助，除了争取予囡仔甲家属赶紧摕到签证，也希望安排囡仔用伫落飞行机了后，直接去病院手术，避免14天的隔离做法去牵着治疗时间。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今仔日的报纸消息，先来看到的是《自由时报》。受疫情影响，最人爱改伫厝上班。美国大量进口台湾电脑，双方贸易颠倒兴。台湾今年已经成为美国第9大的贸易共伴。继续来看《中国时报》，中国5位星期验出进口的冷冻食品包装带新冠病毒。卫福部表示，有计划针对高风险国家进口的冷冻食品消毒，不过时间也未定。上暗晡来看联合报调查局红验出去年侦破一件毒品案，有6公斤的毒品，却无去买1年到单要找无。这是调查局第一件大量毒品证物碰见的事件。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昨昏3人带病入境，国内的新冠肺炎病例来到600件，其中按599是用新试剂才验出确诊。当伊接到通知的时，人当咧坐高铁半钟头，高铁也赶紧消毒。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则是公布新增加3名境外移入确诊病例，分别是来台湾工作的印尼籍女性加克罗埃西亚籍男性。案例599是40外岁本国籍女性，2月时阵到菲律宾探亲，10月底返来台湾无症状，11月11采检是阴性。不过为了小心，加上实验室引进新的采验器械，可检验发现是阳性确诊。检验阴性，那第2天一早又变阳性，所以它要大概有3个多小时的时间哦。那就是搭车的要返家的途中接获这个阳性通知啊。那高铁部分，他隔壁没人坐哦，那他也全程戴口罩哦。案例599是第一次高铁时阵通知确诊，台湾高铁讲已经对列车进行消毒，有接触的站务人员甲列车组员也自主健康管理14天。到即阵为止，国内总计确诊病例来到600例，本土病例维持在55例。对秋冬和全球疫情上升，卫福部长陈时中讲，台湾一定要小心面对。下礼拜也公布秋冬专案，亲自场所强制挂嘴安。我可以跟大家讲了哈，就很单纯的想法，就可以带的地方，我们本来是建议带，我们现在是说一定要带了。那你无食无拢带带。20是伫大甲河滨公园登场的超世代音乐节，邀请多位外国电音 DJ 来台湾表演，互民众检举多名表演者伫台湾伫厝检疫期间，真侪人伫室内斗阵食饭练习，甚至是上传影片。经过台北市卫生局警方调查，表演者因为无遵守1人1室的规定，每人罚代票1万块。记者综合报道。世界新冠肺炎的疫情，各个国家全球的病例数已经过5400万例，死亡人数有130万人。来看上新的统计，台湾昨昏增加3件病例，目前是600例。中国的病例有86000件。香港有5400外例，日本也超过11万例。目前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和巴西。美国已经过1100万例，印度也超过877万例，巴西也有581万例。欧洲方面，西班牙超过149万例，法国有191万例，英国到单也上134万例。美国总统 Trump 选后到打总算公开谈话，伊无讲到选举，颠倒乌路美国研发新冠肺炎的有风险真有进展，强调紧接明年4月，美国民众就拢自由。美国总统川普13出现在白宫玫瑰花园，强调美国疫苗计划比传统研发速度加紧5倍，明年4月全美民众就使注射到新冠疫苗。不过，纽约州州长古默8礼拜讲，川普政府的疫苗有缺失，所以讲到时阵纽约州未分配到联邦政府疫苗。As soon as April, the vaccine will be available to the entire general population, with the exception of places like New York State, where, for political reasons, the governor decided to say, and I don't think it's good politically. I think it's very bad from a health standpoint. 不过，古默时候经由媒体讲，即个川普分配疫苗予纽约州，伊一定会马上分发袂用哦。另外一方面，美国13新增加确诊18万4000例，搁再创下新冠纪录。而华盛顿邮报指出，即阵有130名美国特困局人员确诊新冠病毒，也是甲确诊者接触，正伫进行隔离。意思甲进前川普的造势大会有关系。而川普13是表示，伊的政府绝对袂实施全国封城，不过话中敢有另外意思。Hopefully,
whatever happens in the future, who knows which administration it will be? I guess time will tell. But I can tell you, this administration will not go to a lockdown. There won't be necessity. 川普13伫北京出现，被发现原来的金头毛敢若变做白头毛。川普13继续发出推文，认为大选充满弊端，更加表示负责美国大选的杜美安投票机删除伊270万张的选票，不过该公司出面否认。最近主流媒体13认为拜登踢下乔治亚州，川普是伫北卡州来胜利。总选举人的票数是306对着232，不过乔治亚州2个人的差距伤接近。13开始连港验票停输，乔治亚州街路上出现抗议选举结果的支持川普民众，华府13也出现支持川普游行，拄着反川普阵营，双方人马是互相叫骂。记者综合报道。镜头转来，咱国内行政院发言人丁仪明误指面店牛肉带300斤，苏贞昌为伊2日出来核实该实例，前总统马英九批评，敢若核实例是无够，发言人的言论失当是大不该。永春高中校庆，前总统马英九亲身到现场，佮讲几啊句发文，现场破坏声不断。但最近美国内地进口的争议也袂煞，美国来牛的争议搁再扩大。外界利益，行政院希望用牛来救猪。对行政院发言人丁仪明牛肉面事件实行风波，马英九批评，回实的也无够。苏贞昌因为这个牛肉面的事情呢，有人说是他是为了拉你下水才打这个议题。我不晓得他的用意是什么。那你怎么看丁仪明的誓言？他应该道歉啊。可能道歉还不够，发言人这样讲话是非常不应该的。各有网友表示，也未经过查证，行政院发言人搁伫记者会讲，店家使用来牛散布假新闻，向内政部长的信箱检举，要求依照社会法来裁定，搁注明卖假案。台北市长郭文泰是好奇，哪会惹出争议？我觉得很奇怪，苏贞昌是很对部下很严苛的人哦，那为什么这一次就说什么就放过他了？真奇怪。那你觉得应该怎么做？不是，这不太像苏贞昌的为人呢。虽然第一时间丁仪明向店家回实的由案无法度平息争议，连党内的立委嘛有不满的声音。到嘉义出席活动的行政院长苏贞昌为此再度回实的，坦白讲做了无够好，会检讨改进。我们很对不起，我们做得不够好。那作为政府，作为公众人物啊，我们接受立委的指教啊，我们也接受各界的检视。如果我们有做得不够好的地方，我们细心检讨，赶快改正。2天4届会期内，佮强调会检讨、谦卑接受。苏贞昌要展现勇敢改进的高度诚意。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大学接续发生3件行道路意外，校长关忠敏表示有加强辅导，也有老师甲学生组成小听团。现时学生交流班也禁止讨论不幸事件，避免模仿。有生会嘛写字，带学生自发伫咧宿舍外口发起活动，纪念选择结束家己生命的同学。因为这样的氛围可能会持续下去，那如果也可以有一些就是比较温暖的活动，可能还是会有点帮助。就觉得蛮难过的，因为大家其实都很有压力这样子。后来连续3起自我伤害代志，纪念活动加减少无好的情绪。社会系嘛成立护听的团体，18位老师伫咧社科院的系馆欢迎学生来开讲。台大校长关忠敏讲，鼓励系院用无同的方式来提供支持，而且避免维特效应。台大学生交流班暂时禁止讨论学校内底自杀的代志。我们希望一定要有专业的心理人员在那边，就是让大家可以变成是表达意见。如果没有适当的注意的时候，它也可能成为情绪感染的来源。那这中间常常就会形成，我们担心的韦特效应。先安定学生的情绪，尤其是发生代志系数集体创伤治疗。关忠敏强调，后礼拜会请老师、学生来讨论结构性的问题。教部长潘文忠半暝啊嘛伫咧脸书发文，呼吁大家平常时较家暴，主动关怀。我想这部分只要我们都发挥一些鸡婆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做法，我想都可能在一个偶然当中。就能够拉住一个可能会离开我们的一个朋友。
教育部统计学生自我伤害，106年1588件，107年增加到2686件，平均10万人有63件。佮分析自伤的高峰期是开学了后，期中考甲段考，即马大学咧期中考大又佮3起意外。其他大学即马嘛是更加去加强高危险学生的辅导。记者是新志明台北报道。昨昏在台北的中高龄就业博览会有93间的企业参加，空壳可开出3948个，平均薪水有3万4。台北市人口有加在112底，迈入超高龄社会，等每5人就1人是65岁以上。加上疫情影响，企业转型速度变紧，台湾呈现结构性失业。台北市长郭文铁则是出席中高龄就业博览会，提出应该取消65岁退休，若无台湾劳动力可能面临严重挑战。你从65岁到80岁，还有20年呢，不可能国家养你20年你都不工作，这是个事实来着哈。所以也就是说哈。请大家把65岁退休的这个 idea 观念从你的脑袋抹去。郭文铁讲，台湾要有新的思考，离台北市首都人口老化冲击更加大。李校长是讲，过去较侪岁迄辈，因为台湾经济起飞，一要肯拍拼，至少生活无问题。即阵是面对薪水低、高厝价，生活不简单，所以讲可能要亲像日本、韩国，然后退休了。现在思考的不是说要大家把65岁退休这样的一个念头拿掉，而是说未来有很多的人到了65岁，因为经济压力而没办法退休的时候，政府能够做什么？而中高龄就业博览会，即摆有93间企业参加，有3948个工作机会，平均薪水3万4000块。这工作拢适合有岁人，有2668个工作免经验，占所有工作机会大约70%。清洁就是打扫啊，什么办公室也好，还是说人家医院也好，我都可以接受。只要有工作，我什么都可以接受。待遇的话都是一视同仁，对。那我们起薪的话是2万9到3万，比较懂一些人情世故，所以在面对我们，因为我们是服务产业，在面对客人的时候的话，会比较圆滑，然后会比较亲切一点。有餐饮业者讲，顶半年业绩落4成，后来业绩才回升，所以讲赶紧找人，更加锁定中高龄的族群，借助因丰富的社会经验。学者强调，政府即阵爱倡导终身学习，培养第二专长，安怎让较侪岁人搁在工作？学新技能是政府必须爱面对的难题。记者综合报道。中华警察局统计，今年1月到8月接触车祸的所在全在中华市区，因为车路尾、车过多，另外民众若在市区赛车，无张持拍开弯灯，恐惊sẽ受罚。暗时天色暗暗，停伫路边的轿车直接开出来，无拍方向灯，后壁一台机车袂会反应，直接甲弄到，人就安尼塞伫大路。代志就发生伫13暗时8点外，彰化市的金马路，这4名的查某人正要切入去车道，却受后壁的机车给弄到，加在只有手骨受伤。根据彰化县警察局交通队统计，今年1月到8月车祸数量列出全县，事故上侪所在头一名是晓阳路甲中正路2段路口，总共21件，25人受伤；第2名是晓阳路甲中华西路金马路口，第3名是中山路甲东明孔门路口，第4名是大埔路甲中兴路口。为保持车距的安全距离，还有的是甚至闯红灯，比较容易发生碰撞事故。彰化警方讲，国内常常发生事故的所在，拢伫市区。除了市区大路空间较细，交通流量大，较会造成过路人甲车辆、直行的车甲细弯的车的事故，也加强执法甲宣导。伫南投有一个国小老师，因为骑车常常拄到不当使用弯光灯，甲影片铺上网，提醒用路人注意。远光灯这样照其实是会很亮，就是直接打到眼睛这样。没有依规规定使用这个眼灯跟近灯的一个规定，依道安的42条里面可以罚新台币1200元到3600元都有罚款。警方表示，市区的平面大路，若是头前100公尺内底有车，就袂使开弯光灯。你伫山区使用，嘛要注意来车的情形，若是不当使用，拢会使依法开罚。记者综合报道。F5 以战机意外个经过全面特检，即阵全台湾45架 F5 以战机总完成检查。昨昏空军司令任浩基特别做 F5 战机保上天来鼓舞士气。
12早起8點50分完成特檢的 F5戰機，佇空軍台東基地展開收飛，戰機順利升空完成預定任務，落地處等停機坪，座艙跨拍開，坐佇後座的乘客對着鏡頭翹起大步往，伊是空軍司令興浩基。F5戰機進前失事造成飛行員朱冠明殉職，空軍是對所有 F5戰機全面特檢。空軍前副司令周延定表示，司令當這是要甲民眾講 F5戰機代替責任，會當穩定軍心。品管的要求的程度要以飛機的年齡成正比，因為它年紀越大，可靠度一定降低。你一直不斷的翻修，它雖然沒有超限，但是你要一裝上去之後，還要飛行200小時到400小時才進場。那這個200小時到400小時會有很多風險隱藏在裡面。空軍台東基地官兵部分人員全力投入特檢工作，執行發動機系統、導向系統、燃油系統等各項檢查，經過儀電測試甲跑道試取，才達成起飛任務。對此，張延定表示，雖然鼓勵這場無名英雄，也毋過袂當否認這個機型老舊，也面臨消息性相關問題，所以後勤為何袂當疏忽？已經完成所有F5型機的特檢。然後從今天開始呢，我們設定是飛第一架次。目前獲下的 F5戰機也有45架分2批檢查，空軍強調，所有 F5已經完成特檢，空勤人員也強化相關學科術科模擬型的訓練，後手會展開 F5的飛行任務。記者綜合報道。在美國20是國際兒童人權日，台北嘅新北投獨公園昨昏舉辦兒童人權園遊會甲展聲，希望在平常時大家當加注重囡仔人嘅權利。拜六嘅新北投公園真熱鬧，爸爸媽媽帶囡仔到園遊會耍龍管遊戲，包括畫圖、益智互動遊戲、到看繪本廣告書等等，讓囡仔為遊戲中熟悉屬於家己嘅權利。台灣親子共學教育促進會常務理事楊定武指出，希望各界家長用無同嘅方式對待囡仔。不要用威權的方式，不要打罵、威脅、恐嚇、利誘來對待小孩。那在台灣，我們已經有上千位甚至上萬位的家長，其實已經在自己的生活裡面身體力行，希望落實家內不體罰。那其實就是呢，希望在家裡面，爸爸媽媽不要用管教跟以愛為名去打小孩。網主成龍、網絡成風是真濟家長的毋忙，也毋過往往疏忽囡仔是一個主體。家長管教的目的是要讓囡仔學習，並唔是要讓因驚。這個分別要安怎存在，親子關係就真重要啊！從嬰幼兒的階段就可以開始，透過繪讀去建立親子之間很親密的關係。這場兒童人權園遊會得到900戶家庭共同響應發起，與會單位輪流為兒童權益發聲，也將表演權、文書權、生存甲法定權、遊戲權等代表高大兒童權利的政治正力去，希望兒童權利不再只是口號，而是佇日常生活都會當實現。記者綜合報道。這幾年，愈濟人咧倡議食菜單。英國當疫情高峰時，倫敦一間食物素肉店調工到即時開業，要推廣愛護動物的理念。佇桌仔頂菜真濟肉類的食物，有蛤蟆、灌腸、培根，不過這掛攏唔是真的肉，是用豆仔類加麥仔做的素肉。All designed to emulate meat. It tastes like meat. It's got meat-like texture. 雖然英國這馬是第二波疫情加第二遍封城，佇開店第一天也是有人客來試食，不過佇咧網絡頂一寡賣真正肉的業者話講了無啥好聽。Just the other day, there was a tweet on Twitter, and we had a butcher threatening to burn our vegan butcher down. And I also received a message on Facebook, which I couldn't respond to, and the gentleman said that we weren't a real butcher and that it was cringeworthy that we were opening. 因為商業競爭，對素肉店的評價可能無啥公平。如啲素肉店甲切好的產品提起倫敦的路，請民眾試食，反應是好歹差真多。For a lot of people that do eat meat, it's like a nice substitute, isn't it? Probably a lot more healthy as well. It tastes like normal salami and kind of like pizza as well. And yeah, it just tastes really weird. I don't know like why. It's really good, but really weird. So, it's vegan food. They call it that, and that's its virtue. Yeah. Meat is the wrong thing. If you want meat, eat meat. If you don't want to eat meat, don't pretend it's an animal.
对数百族的汉堡、牛排加灌肠，澳洲上大农民协会认为，加纯素食号名叫做肉类，容易互消费者分袂清楚。不过，澳洲的消费者联盟伫10月底讲，只要清楚表示是素食，消费者就袂分袂清楚，也互数码产品伫27个欧盟国家会当继续卖。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关心今仔日的天气预报。北部地区21度到29度，中部地区20度到29度，南部地区21度到29度，东部地区20度到27度。外岛地区18度到26度。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虎宪，咱再会。